有人曾經講笑咁話：當我無憂無慮嘅時候呢，我就開始擔心啦。我擔心我幾時又再擔心咯。因為我哋生於憂慮嘅世代，對好多人嚟講，憂慮成為咗一種癮。嗰日如果唔攝取慣常嘅分量呢，就難以度日。但係耶穌俾門徒一個明確嘅命令話：不要憂慮說吃什麼、喝什麼、穿什麼，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你們所需用的這一切東西，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上帝嘅眷顧係咁深厚，佢將我哋嘅需求視為己任，並邀請我哋去信靠佢。如果唔先確信上帝大有能力，甚至必要時能夠施行神蹟奇事嚟養育佢嘅兒女嘅話呢，恐怕冇人會歸還11同埋承諾奉獻。而聖經向我哋保證話，佢確實係咁做嘅。所以信靠上帝嘅供應，並非天真，而係明智嘅抉擇，而且係基於佢嘅話語。呢個抉擇係帶嚟平安同安息，而唔係憂慮。每次當我哋歸還11同埋承諾奉獻嘅時候，就係借此宣告：冇錯，我確信天上有一位神，佢能行奇事，而且顧念我。你願唔願意進入呢一種安息呢？天父正在邀請你去信靠佢，甚至此刻可以試驗佢。當我哋歸還11同埋承諾奉獻嘅時候，願我哋將自己嘅慾望放喺最後，而將上帝放在第一位。